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素来倚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原是宇宙中的尘土，因你的气息得以存活。求主教导我们敬畏你，听从你的话语，洁净我们的心，能学习耶稣的样式。我们在世上的日子都能持守你的教诲，将来配得成为天国的子民。也求您保守今日的聚会，从头到末了都有您的同在。孩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请起立，我们一同来唱《心灵粮诗选》第53首《诸天赞美》。站立，我们一同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这
起来请印诗篇第1篇，在旧约540页，请参阅投影片，由诗会诵读上半节，弟兄姐妹诵读下半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叶子也不枯干。恶人并不是这样，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我们一起，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好，我们一起来为教会事工以及国家世界来祷告。我们为中亚国家借及时来祷告，求主让基督信仰能够进入他们生活文化中，他们的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我们为此祷告。我们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南教区的凤山卫理堂，还有他的五仪会牧师祷告，求主让凤山卫理堂的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牧者同工身心健康。我们为此祷告。我们仍要为今天在战火中的国家，求主止息中东乌俄的战争，还有以撒的战争和冲突，愿和平平安早日降临，也求主安慰各地受苦的人民，医治他们身心灵的伤痛，将主的平安和恩惠赐给他们。我们求主赐福，并带领我们教会的新朋友，在新朋友的跟进行动中，都满有智慧和恩典，为主做出美好的见证。我们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您的名为圣，愿您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请贺弟兄为我们攻读今日的经文。经课第一处在耶利米书17章5到10节，旧约圣经857页。耶利米书17章5到10节，旧约857页。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的背绑，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到来，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碱地。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在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事的结果报应他。经课第二处在哥林多前书15章12到20节。哥林多前书15章12到20节，新约圣经192页。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人死人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而且明显我们是为上帝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上帝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上帝也没有叫基督复活了。
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以上是今日经课。谢谢何弟兄。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路加福音6章17到26节，在新约圣经的70页。各位翻到后，由4位来攻读。第17节，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泰尔西顿的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第18节，还有被污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上帝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带先知也是这样。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恸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好，今日献诗的曲目是《天父恩典真正大》，我们请诗班。
的一首诗歌，我们先写诗班。以下时间由本堂称为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人们需要主。我们时间交给牧师。咱就学了开声吟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上个礼拜三的时候是元宵节，各位知道我们的华人在过年的时候，大概都会从这个过到15以后才算整个年是过完的。好，但是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年是过完了，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是，好像在这一年开始的时候，不管是在国内或是在国外，总是有好多的事情发生，总是有很多的灾难，好像突然间就临到。当人以为平安稳妥的时候，突然间就有一些事情发生。包括美国也有飞机坠落的状况，包括在台湾，我们上个礼拜有看到有在台中有气爆的情况。所以我们在人生当中有很多人，他们是在受苦跟患难当中的。然而在受苦跟患难当中，我们能够带给别人什么？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教会里面我们能够带给这个社会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在这当中。很多人人生像苦海，很多人的人生都是相当的辛苦的。所以对不起，先讲没有政治立场哈，但是借用某一个人曾经说过的话：莫忘世上苦人多。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平安稳妥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常常纪念这些在患难当中、在苦难当中的人。愿上帝帮助，让他们也能够尽快的恢复他们的情况。让我们在这一年当中多一些祝福，多一些祷告，多一些感恩和赞美。让我们在这一年开始的时候，虽然看到有许多的苦难发生，虽然看到有很多的不安，虽然看到有很多的不好的地方，然而华语有句话讲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也许在困难的当中，在一些不好的环境当中，我们仍然有喜乐，仍然有盼望。愿上帝来带领。所以我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吃苦啊？那但是有的人是喜欢吃苦的。好，各位请大家看一下啊，我不晓得你们喜不喜欢去点一些外卖，或者是人家去找那个这个叫 Foodpanda 哈，或者是这个一些外卖的东西哈。那这个人他写什么？他说要美式咖啡，对不对？好，但是备注上面写什么？正常冰，苦一点，跟我的命一样苦。我不晓得你的命苦不苦了啊，但是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个一定心有所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喝咖啡？每一天牧师都会泡这个咖啡在楼下了啊。那当然我们旁边没有放糖，没有放牛奶，没有放其他的东西但是牧师不是要大家都吃苦，不是啊，就是我们去感受一下人家的那个苦的感觉是什么。好，所以很多人说这个没有糖的咖啡，没有加奶精的咖啡，好像叫做有一句话讲叫做大人的味道叫大人的味道，成人的味道，就是大人好像才感受到那种苦的感觉那但是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苦人所苦。好，那特别在3月开始以后，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新的季节，这个时间叫做大斋期。好，那所以牧师要跟大家先做一点呼吁，就是如果你的身体状况许可，请记得身体状况许可的情况下，当我们进入大斋期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用什么样的状态来进入大斋期？如果可以的话，牧师邀请大家，我们可以在大斋期的时候，每一天能够有一餐的禁食，能够有一餐的禁食的祷告，让我们去苦人所苦。当然很多时候很多教会里面都会推禁食祷告，但是其实教会里面，我们在一般传统教会里，我们在40天的大斋期里面，我们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推动，就是希望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当然不是叫做自讨苦吃了千万不要误会牧师要讲的不是自讨苦吃，但是我们要苦人所苦，
当你能够有一餐进食的时候，让我们去感受到那个饥饿的感觉，让我们去感受到别人在受苦的时候，别人在患难当中的那样的一个稍微的一个感受。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学习、去体会别人的感受，而不是我们在都一切平安稳妥的时候，好像我们都认为没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在我们人认为一切都平安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人他们会遇到一些苦难的时候，让我们去体会人受苦的感觉。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代替别人，但是我们可以去感同身受别人的这样的感受。愿上帝来带领。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这个祷文，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刚讲说自讨苦吃，其实各位知道，以前世界展望会曾经有推过真的叫做自讨苦吃的活动。各位有听过那个饥饿30吗？其实饥饿30它的原意也是跟教会的禁食祷告是一样的。各位知道，如果你要去参加那个叫做饥饿30的话，不是人家给你钱是你还要缴费的。你要去缴100块钱才能够去参加这个活动。然后你去参加的时候，有30个小时的时间是禁食的。那当然不是说你都不能够喝水，你可以喝水，但是你不能够吃其他的固体性的食物。那当然有的人会受不了，他们会去喝一些这个叫做含糖的饮料啦，或是喝牛奶，这个也可以，但是基本上是不吃任何的东西。所以基本上在这个活动里面都会去感受那个叫做在饥饿的那样的一个感觉。但是现在有点变相了，很多时候都会去找一些歌星歌手来唱歌或者是找一些人来快乐，让大家可以忘记那个进食的痛苦。但是其实它是要让人去感受，在饥饿当中的人是有那样的一个感受的。所以当我们在吃饱饭的时候，其实也要去记得，有一些人他们是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在环境上面没有像我们那么样的好。所以基督徒我们其实有一个社会的责任，就是我们不是只有在教堂里面关起门来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应当要看到在这个社会上的需要。所以基督徒的责任不是只有我们在教会里面敬拜上帝，而是我们怎么样进入世界。所以很多人在做礼拜完的时候，牧师祝祷完就以为这个叫礼拜结束了，其实各位误解了其实在牧师祝祷完之后，那叫开始。什么样的开始？就是你进到世界、进到社会的开始。所以当你祝祷完之后，当你做完礼拜的时候，不是就结束了，而是你要开始进到这个社会里面，开始进到你的世界里面去学习怎么样把你领受到的上帝的话能够进入到社会的里面。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教会不是只有在里面，在大家里面快乐赞美，而是让我们去感受别人的感受。所以提姆凯勒这样说，他说教会应该是一个可以让人坦然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的地方。上帝帮助我们，让教会能够去感受在这个社会上面的需要。所以以前曾经很多人如果在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应该都会听过基督教信仰在人的眼中，它是一个博爱的一个信仰，它是一个能够让人感受到它是入世的，它是进入世界、进入社会的，它不是离开世界的。所以教会应该是可以让人感受到，当人有需要的时候，当人在困难跟患难的时候，他可以能够来到这里，可以得着安慰。曾经有过一个姐妹在祷告会的时候曾经提议过这样的事，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在祷告的当中，我们可以把心里的话可以讲出来，我们可以把内心当中一些苦闷、一些的愁烦、一些的你觉得很难过，或是你恨某一个人或是你心中有一些的愁苦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的同工、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分享，而且是很安全的状态下，让我们都可以彼此来分享。这个姐妹说我不敢，
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很怕，万一我的事情在群体当中，在祷告当中被人家知道了，别人会指指点点，别人会说你怎么会是这样？别人会说你是基督徒，你应该要很刚强，你怎么会是这么软弱？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应该是可以让罪人可以能够坦然承认自己的问题的地方。牧师常常讲一个事情，叫做台语叫做"互相绕开求进步"，有听过这个话吗？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互相的去跟对方讲说，哦，我自己有一些什么问题啊，你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可以彼此来分享。跟大家讲一个实际上的案例啊。各位知道，牧师常常都需要去参加总会的那个叫做牧职进修会。我们一年当中会有2次，在春季跟秋季的时候。那有一年，我跟这个我们就在阳明山开这个牧职进修会的时候，我们的引导的导师很好，他跟我们讲说，因为阳明山福音园那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叫做林地啊，或者是说可以去里面走路步道的地方。然后他说，如果可以的话，两个哈，你们两个一起到林中，然后去散步，然后散步的时候彼此互相吐苦水。各位知道为什么需要这样？因为牧师很难找人吐苦水，知道吗？因为大家都觉得牧师应该要很刚强，对不对？顶多回去跟太太哭诉一下但是不能跟别人讲啊。好，所以这个牧师他很好，他说，这个两个你们到林中，然后你们就互相分享你们的难处，互相分享你们的难过的地方。各位，其实应该这个机制应该是一个蛮好的，对不对？好，那我呢就跟我的这个同伴我就跟他在林中，然后我就分享我受过什么样的苦，然后怎么样的一个问题，然后被长官欺负然后去到这个不好的地方怎么样，他吐了很多的苦。吐完之后换对方嘛因为我们要互相的。各位知道，我的同伴他一直在讲什么？我做了什么样的事工？我的教会怎么样的工作？这个做得多好，然后什么样的事工一直在进行当中。我心里面在想说，人家是要我们互相吐苦水，不是要你报告你的工作给我听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人不敢去告诉别人我的苦情是什么，我的难处是什么。我们都很害怕，好像被别人知道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的路有点偏了。在教会里面，我们应当是可以让人可以讲出心里面难处的，可以让人放胆的说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需要请你为我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有代祷的伙伴，你有一个祷告同伴，是像这样的属灵的同伴。当你可以跟他讲任何事情的时候，他不会去责备你，他不会责怪你说，你是基督徒，你怎么会这样？他不会这样，他会能够安慰你，能够为你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开始有这样的氛围，能够让人感受到教会是温暖的，是有温度的。好，所以我们今天看的经文相当的特别。各位如果在今天读的经文当中，你会发现跟另外一处的经文相当的接近。知道在哪边吗？各位，我们常常有听过登山宝训，对不对？有听过8福，对不对？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刚刚读的经文有没有很像，对不对？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好像很像，对不对？好，但是要跟大家讲一个事情，我们在马太福音的地方，在第5章的地方，那个叫登山宝训，对不对？好，但是呢，各位，如果你看这一段经文，前面特别有告诉你17节的地方，他说什么？他们是下了山。所以这个不叫登山宝训，这个叫什么？这叫下山宝训。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们以前有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以前早期的时代里面，你知道台湾有一个教育体制叫什么？叫建教合作，知道吗？什么叫建教合作？就是你在课室里面学的东西，然后你必须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见习跟实习比如说，如果我是汽修科的学生的话，那我如果要去实习，我可能要去找一个修车厂，要去那边去见习，要去修理。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什么？耶稣的登山宝训，好像在课室里上课一样。但是呢，
下到山以后，注意这边，他这里面特别提到有一个词叫什么？耶稣举目看他的门徒，所以意思就是什么？当他的门徒下山之后，耶稣告诉他们说要开始咯，要开始工作咯，要开始实作了，所以才会有这个叫做下山宝训。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在山上你在课室里很好，但是总有一天你要有下山的时候。当你下了山的时候，老师还是会提醒你，会告诉你说你应该怎么做。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里面还有很多很特别的地方，跟登山宝训不一样啊。我们来看一下20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0节，一起念来。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上帝的国是你们的。”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光这一节就已经有很大不一样了？如果你读登山宝训的话，耶稣说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但是这里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上帝的国是你们的。有看出那个不一样吗？有看出那个不一样在哪里吗？一个是第三人称，有没有？是他们的。好，但是耶稣在这边他说什么？因为上帝的国是你们的，所以这个叫实作。耶稣在讲登山宝训的时候，他说天国是他们的，好像对大多数的人在说，但是在这边是告诉门徒说什么？是你们的，你们就要经历这些了。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上帝的国是你们的。但是各位千万不要误会，好像耶稣是贤富爱贫哈。耶稣不是一个叫做只爱这个贫穷的人，不爱富有的人，不是。但是你会发现这段经文也有两个对比，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贫穷，但是我们等一下会再看到另外一个是富足的情况。但是要先跟大家破题，就是耶稣在这边讲的不是你的生活的富足或是贫穷，耶稣在这边讲的不是你的喜笑或者是这个哀伤，耶稣讲的不是你在这个生活上面的事情，而是你在信仰上，当你遇到这些因着信仰人家在逼迫你、困扰你，或是让你感受不舒服的时候，你应该要感受到喜乐。但是耶稣也提醒那些，如果你一直都觉得自己好像很平安稳妥，自己没什么事，哎呀，我靠着福音养生，我靠着福音做很多的这个利益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如果不是为着神来做的，那么你将要遇到的是那样的一个灾祸。所以这边有4个福跟4个祸是一个相对的。我们要来看一下，在这段圣经里面，他要给我们的提醒。当然，我们也需要能够了解，耶稣讲的并不是说你的生活上的贫穷，而是当你为了信仰的缘故，你能够甘愿成为贫穷，能够来帮助别人，那个叫做贫穷的人。所以不是我们讲的理解的意思说，好像是那个叫做这个一无所有的人叫做富有的，而是你要为了信仰的缘故，你甘愿成为贫穷的。好，什么样的人叫做甘愿成为贫穷的？就是当你拥有很多的这些的金钱的时候，当你拥有很多财富的时候，当你拥有一些东西的时候，当你看到别人的需要，而你愿意把这一些能够来帮助需要的人。比如说，当你看到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在求学的阶段相当辛苦的，当你能够愿意把你的金钱能够愿意奉献，能够来为他们来帮助他们助学，能够帮助他们在生活上面的需要的时候，也许你失去了，但是因着你这样的一个贫穷，你反而得到了上帝的国。当你愿意给人的时候，当你愿意把这些人需要的时候给人的时候，你将要成为一个富足的人。所以这个是论坛报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说，不知足让富有的人变穷，但是知足让穷人能够变成富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人是心里面很贫穷的。我所谓的贫穷是永远觉得不够，不是觉得那个虚心的人，不是那个意思，是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赚得不够，都觉得自己还要有更多更多，那么你永远就是一个贫穷的人。当你能够愿意跟人分享的时候，愿意给别人的时候，那么你就是一个富足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的贫穷
并不是刚刚讲的耶稣好像很讨厌富有的人，好像都只喜爱贫穷的人，并不是这样，而是当你愿意给别人你自己没有的时候，你愿意给别人，虽然你自己可能会缺乏，但是你愿意给别人的那样的人，耶稣说上帝的国是你的，上帝的国是你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里面不是为了要累积财富让自己过得更好，而是要让人得祝福得帮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是为了要让人得帮助得祝福，而不是为了要累积自己的财富，包括我们个人的财富也是一样。我们来看21节的地方，也同样讲到这个事情。21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1节，一起念来。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并不是讲说好像这个我们想的这种饿肚子，或者是那个叫做哀哭这个每天都在哭泣的，好像觉得很哀伤的人，这样就是叫做就是有福的。耶稣讲的意思还是一样，在跟着后面的他所要提到的部分，就是要提到这些的实作先知他们怎么样在这地上，他们碰到一些的问题，碰到一些的困难，他们在服侍人的时候碰到一些难处，他们为了信仰的缘故被逼迫，被人家给撇弃了，但是他们仍然持守的这些人他们将要饱足，他们将要喜笑，他们将有天国成为他们的祝福。所以我们来看一下22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这里就是耶稣在这里做的一个小结论。我们来看一下22节，一起念一下22节，一起念来。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讲的这4个福的总结，就是在这个地方。当为了信仰的缘故，当然因为你信耶稣，当然因为你信上帝，然后你所做的事情，人家辱骂你，弃掉你，甚至是以为你是不好的人，那么耶稣说你是有福的。当然，我现在要讲的东西不是说好像要让大家激起仇恨，或者是说好像让大家觉得哇怎么会这么不公义，但是我要让大家知道一件事情是，当你为了对的事情去做，不见得有人理解，甚至会伤害你，或甚至给你贴很多的标签。然而当你能够持续跟持守这样的信的时候，上帝说你是有福的。我跟我的师母在88水灾的时候，2009年88水灾的时候，我们就下到嘉东跟这个东港那边去做一些的开拓的事工。那时候只是因为那一年的年议会有一个香港的一个牧师叫那个这个林崇志牧师，好，他是那个卫理会的这个一个牧者，来台湾做我们年议会的讲员。然后他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他说我们卫理公会是做社会关怀起家的，所以我们在社会关怀上面，卫理会是一个众人的榜样，或是各个教会的榜样。那一段的讲道激起让我有一个感动，就是我们应该要进入社会，进入世界。当很多受苦的人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进到那个地方去来帮助人。各位知道有一句话很好玩我们在当兵的人常常会听过一句话，叫做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听得懂意思吗？前方吃紧嘛，前方哇好像很这个很需要，但是后方呢，没有人看到你的需要。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什么？当我们摇旗呐喊下去，我们要去救灾了，然后后面没有人，你还可以感受那种感觉吗？好，然后你知道我们叫做宗派，我们叫做卫理公会嘛，所以你知道我刚下去的时候，我会感觉到好像我背后应该要有支持的力量来帮助我。结果当我下去的时候，发现什么都没有。然后还有总会那边还有很多的人，因为各位知道，你没有下到现场去是很难看到一些情况的。你知道有些人开始讲说：“哎呀，你看怎么这么浪费？哎呀，你看油钱这么贵？哎呀，你看你这个什么花费这么多？你看你们到底是做了些什么？你要做出点成绩来嘛！”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在那个
受难的地方，在苦难的地方，然后有人逼你，然后告诉你说你要做出一点成绩来。然后更好笑的是什么呢？更好笑的是，那时候当然我跟那时候我的长官有点冲突了哦，所以我不被他喜欢。那他特别派了一个特使下来，特使下来，然后来监督我的工作，然后告诉我什么？他说，那时候我姓蔡啊，蔡牧师，你要记得你的工作要有果效，但是你不可以太张扬，你不可以让太多人知道，你要很低调。能够听懂我在讲什么意思吗？你要做出成绩来，但是你要很低调。听得懂我在讲什么？你要做出成绩来，但是你要很低调哦。我知道我那时候突然间愣住，想说，我又要有成绩，然后我又要不要抢到长官的风采？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在那个当中是相当辛苦的，是相当辛苦的，而且还有那个叫做外行指导内行的来告诉你什么？告诉你说，这个我们都不可以跟人家讲说我们是教会哦，我们都是这个帮忙人家收拾的啊。当然，我们不是要去给人家强迫人家信仰，但是连告诉人家说我们是基督教会，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连这个都不能讲，好苦啊！我的师母每天早上5点钟下来到我们的做礼拜的地方，其实我们做礼拜很小的地方，就是办公室。到那边祷告，我们每天在那边祷告，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知道怎么去帮助到人，但是又知道怎么去应对跟应付那个长官的这些无理的要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逼迫你的不见得是外人，逼迫你的不见得是那些其他的人，逼迫你的有可能是你认识的人，有可能是你认为他是你的长官，有可能他是你的身边的好友，但是大家都说你要有成绩，可是你不能够太张扬。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够坚持你的信仰？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当你要实做的时候是很困难的。很多人以为说我们在课室里面好快乐，我们在这边吸收很多的圣经教导，但是我们其实实作是相当困难的。所以今天教会需要的其实不是更多人从神学院毕业，当然我们也很希望很多人从神学院毕业，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很多的门徒从教会里面被栽培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门徒这个意思？因为门徒是学生。在台语的圣经里面，门徒没有台语没有门徒，其实没有这个字，台语叫做什么？叫做学生。学生的意思是什么？是学习效法你的老师。所以教会里面为什么要更多的门徒被栽培出来？不是你要去变成大头脑的，而是你要怎么去做。耶稣是怎么做的，你就要怎么做；耶稣是怎么去行的，你就怎么行；耶稣是怎么去看顾人的，你就怎么去看顾人。不是只有神学的栽培，而是我们要更多能够进到社会里面去影响人的。今天教会里面需要被栽培出来更多这样的人，而不是只有大脑袋的。我们需要更多的能够实做的。当你做完礼拜之后，进到社会、进到世界，能够实做的。好，所以我们看一下23节的地方，耶稣怎么样来说这些有福的人。23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3节，一起念来。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叫做欢喜跳跃，台语叫做丢跳欢喜。丢跳就是好像跳起来，就跳起来欢喜的。你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当人家这样对待你的时候，基督徒好像有点受虐的那个被虐狂哈，就是好像别人对你这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反而要高兴快乐。他说，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说，这些逼迫你们的人，他们的祖宗是怎么对待先知的，同样他们也会这样对待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先知书的话，相当清楚。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所有的先知没有一个好过的，没有一个是
这个欢喜快乐的，都是愁苦的。先知要讲上帝的话，但是世人是拒绝上帝的话的。各位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先知叫做耶利米，知道吗？各位知道耶利米被号称叫什么？哀哭的先知，对不对？好，这个哀哭的先知，你知道很可怜是什么？当大家都在讲说啊，我们要跟埃及联合，要来对抗这个巴比伦的时候，这个先知说不是，我们要跟巴比伦接受巴比伦的统治，我们要这个跟埃及要切开来。你知道，当他要讲这些话的时候，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叫做什么？叫做唱衰啊！听得懂意思吗？人家说你唱衰啊！哎呀，你怎么可以讲这个我们的国家不好啊？你怎么可以讲这些东西？很多人会有这些负面的说话，所以先知心里很愁苦，他流泪。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为了对的事情，即使别人不理解，然而你仍然要持续的做，只是因为这是你的信仰，只是因为这是你应该要去做的。然而别人不理解的时候，你只能够流泪。但是台语讲说，目屎切切的，眼泪擦一擦，继续做。能够了解那个意思吗？眼泪擦一擦，继续做，因为这个是有福的人。所以你会发现，真的圣经里面耶稣讲的东西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世人看的是人生胜利组，然而耶稣看的却是人认为不好的、不喜欢的，反而是耶稣说这是有福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对比哈，24节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24节，一起来念一下24节，一起念来。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要让大家知道，不要误解那个意思。刚刚讲了，耶稣不是这个贤富爱贫的人，不是说你今天有钱就是一个错误或是罪恶，不是的。而是这边也在讲的是，同样你为你的信仰的缘故，如果你是用信仰来捞钱的，如果你的富足是因为透过你的信仰来更多能够得到好处，或是更多能够得到饱足，更多能够来喜笑的，那么这些人是有祸的。所以那个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一个是为了信仰的缘故受苦，一个是为了信仰的缘故，我大大的去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受过安慰。刚跟各位提到说，在嘉东跟东港的时候，各位知道，其实我14年的时间，我都是在小教会里面。我到今年到现在，大概已经来荣光堂快要满6年了。到6月的时候，我很感谢上帝给我在荣光堂有稍微喘息的时间，因为14年都是在小教会里面。但是各位，你知道，有时候我在整理一些东西，教会里面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各位知道我们的教会荣光堂其实叫做富到流油了，知道吗？能够了解我要讲的意思吗？富到流油是什么？就是我们真的是富有到一个相当的程度，就是我们的设备很多，都很好，我们都有很多的东西可以使用，但是我们有没有去珍惜过一些在需要的地方的人，他们的感受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个实际上的案例，因为我的落差很大，所以可以做出那个对比。刚刚讲说我们在东港的时候，因为上个礼拜5的晚上，我有跟那个几个地区的年议会的一些布道牧者有一起开会，特别里面有一个是澳洲的一个牧师。那这个牧师呢，我们在东港的时候，他曾经派短宣队来到这个东港这边来协助我们。当然我们要感谢，因为人家从国外的地方来帮助我们，但是也让大家可以知道一件事情是，如果今天你有机会去服侍、去短宣、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而是要去帮助别人的难处。可以了解那个意思吗？好，各位知道我们那时候很好玩那时候去学校办夏令营，然后我们那时候大概招了40个学生在学校里面，然后这个也许外国人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他就特别提到这个事情，他说：“蔡牧师，请你准备40把剪刀，然后40罐的那个浆糊我们要做劳作。”
当然好啊，如果你要做劳作很好啊，来带我们的孩子们。可是我们这边是布道所，你要我们给40把剪刀、40罐的浆糊，这个有点困难。如果我们一般的理解就是，如果今天我们做劳作的时候，大家互相剪一下嘛，对不对？你用一下，我用一下，帮忙剪一下。他说不行，你们要有40个学生，就要有40把剪刀，要有40罐的浆糊。哇！知道虽然剪刀不算是什么东西，可是40把对布道所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支出喽，已经是相当大的支出了。好，然后来的时候，他要特别交代，他说：蔡牧师，因为我们是比较怕热的，你们东港这边夏天很热，所以你一定要帮我们租那个有冷气的房子。哇！各位知道那个难处是什么？今天我是布道所，我也很希望能够让你们来，很高兴。但是呢，如果你要求很多的话，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供应你的需要。所以，当上个礼拜我们在开会的时候，这个牧师出现在视讯上面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那个真的涌上来了，知道吗？但是要让大家知道，牧师也不完全哈，但是也让大家知道说，那个确实是我们要学习一个事情，是不是要造成别人的困扰，而是要怎么去帮助别人。求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富有的时候，当我们拥有很多的时候，要记得有很多人他们是苦哈哈的。我们的很多东西对别人来说是很大的祝福。所以正确的使用金钱可以增进人对福音的认识和爱。所以千万不要以为牧师也是这个叫做仇富哈，或者是这个爱贫，不是，是什么？是正确的使用金钱可以增进人对福音的认识和爱。你的金钱要用在什么地方，而不是好像有钱是不对的，是你的钱要用在什么样的地方。第25节我们来看一下一样的内容，它其实指的是同样的事情。25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5节，一起念来。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们好像拥有这么多，拥有这么好的东西，好像永远都不会失去。有一天它会没有的，有一天它也会不见的，它也会消失的。而当我们拥有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给予别人帮助，给予别人祝福，让需要的人、缺乏的人可以使用到？愿上帝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使人得福的人。我们自己得福，也使人得福，而不是我拥有很多，但是我不愿意给予任何的人。所以刚刚提到了富足跟有钱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能够看懂那个意思吗？有钱是你拥有很多的金银财宝，对不对？但是很多人还是觉得不够。但是富足是什么？也许我只有这一支棒棒糖，但是我可以给有需要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富足不是因为你拥有很多，而是因为我愿意给。然而有钱的人不见得是一个富足的人。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去看到我们的生命是贫穷的还是富足的。我的富足不是因为我拥有很多钱，而是因为我愿意给予，我愿意跟人分享。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与人分享的当中，我们能够看到那样的美好。我常常讲说，我很喜欢我们卫理会的那个我们的这个在谢饭前的一首谢饭歌。他说什么？自己有的分给人，自己有的分给人。不是要求你给那个叫做要特别去买什么，是我有的我分给人。所以基督徒看重他人需要高过看重自身的利益，就彰显了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也是这样为我们舍了自己，他不是为自己来得好处，他为我们舍了自己。所以26节这个就看到那个对比，刚刚提到了那个有福的人跟有祸的人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26节我们来看一下26节，一起念来。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被仇恨的时候，当你被这个讨厌的时候，当你因着真理，当你因着走真理的路被人家讨厌、被人家仇视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气馁，千万不要觉得受伤，因为别人带这个先知是这样的。但是呢，当所有的人都说你好的时候，要很小心一件事情是，千万不要以为这就是好的。各位知道孔子曾经讲过一个词，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个词叫做乡愿。乡愿是什么？好人说你好，坏人也说你好，那叫乡愿。意思就是你好像找不出他有什么问题，可是你又知道他有问题，那叫乡愿。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我们不要做乡愿的人，不是。当然我们要追求和睦，但是不是说我们好像变成说，好像这个对的人也说我们好，不对的人也说我们好，然后我们都不敢去跟人家谈任何有关真理的事情，因为怕别人生气，所以都很怕。亲爱的弟兄姐妹，他说，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假先知为了自己的好处，为了自己的益处，只顾着牧养自己的肚腹，而不是为了牧养上帝的羊的，这些在圣经里面叫做假先知。所以他说带他们的假先知也是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人家都说你好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那就是好的。当你为了真理的缘故，可能有些人讨厌你，不喜欢你，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圣经说我们是有福的。所以你做的事情，耶稣也会做吗？你去的地方，耶稣也会去吗？你在人在你身上有没有看到耶稣在你的心里面，在你的里面能够像耶稣那样的去彰显他的荣耀？那个荣耀是什么？那个荣耀是为了别人的缘故，不是为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为自己讨好处，但是耶稣是为了别人。耶稣说，人子来是要服侍人，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可以看到几个事情。第一个，耶稣的福音带来什么？带来生命的改变。这个生命的改变是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生命的改变，不再以那些这个叫做贫穷，或是比较受苦或是饥饿当作是羞耻的。耶稣来让我们生命能够改变。耶稣来不是给我们上天堂的福音，而是上帝国的福音。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上帝国的福音，而不是只是为了要上天堂。所以福音是看到我们自己完全的不配，完全的一些的缺乏，我们需要完全的依靠上帝的恩典。所以蒙恩的基督徒，我们应该看到在社区当中、社会里面，贫穷的、软弱的、缺乏的、寄居的、受欺压的人，这些人是我们应该可以去付出的。所以真正的福不是我们去得到世上的财富，而是当我们主动给予上帝给我们，而我们愿意白白的舍去的时候，那么这才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跟祝福。上个礼拜大家也看到新闻里面，在台中的这个气爆的当中，其实有很多人他们正在逛街买东西，或甚至是正在上班的途中，但是当气爆发生的时候，有很多人本来要去上班的，他放下他的工作来帮助人；有很多人本来是逛街的，他放下他的逛街的乐趣来帮助人；有很多人他们是在这个需要赶时间的，但是他们愿意留时间在这些需要的人身上。所以那个才叫做真正的给予。我们刚刚讲说，真正的福就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当我愿意给别人的时候，在别人的需要上，当我愿意给别人的时候，那么我是蒙福的。好，所以第二个，耶稣基督的教会是使忧伤的人得到安慰的。教会的存在不是为了办活动，教会的存在是为了使人能够来认识上帝，能够来亲近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邀请人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不是只有邀请他到教会里面来而已。很多人传福音只有传到什么？哎呀，我带你来教会参加活动。不是的，我们要带他来跟耶稣见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带你的朋友来跟耶稣见面，而不是只是带他来参加教会活动。教会存在不是为了办活动，是为了上帝的大使命，为了耶稣的大使命。所以教会要被呼召去做什么？去安慰心里被搅扰的人，但是要去搅扰，记得要去搅扰那些
觉得自己还在安逸当中的人。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去使人心里得安慰，但是要去搅乱那些觉得我什么都没问题，我什么都很好，我什么都很满足的，不是这个，是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去搅乱那些觉得自己拥有很多好像很好很满足的人，让他也能够学习去能够来帮助别人。所以教会不是一群不悔改的，教会不是一群圣人，其实教会是一群悔改认错的人。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可以带给人安慰。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教会应该是让人可以得到安慰的，让混乱的心可以得到平静的。但是要记得，让平静的心，让那些好像觉得自己没什么事的人，可以得到一些的刺激，可以得到一些改变。第三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关怀的是人的身心灵，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关心灵魂的事情。教会里面不是只有关心灵魂的事情，教会里面也关心人的身体的需要跟心灵的需要。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里面看到人心的需要。当很多人没有人可以牧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能够成为那样的机会去牧养他们？不是只有牧师可以牧养。当你在你的工作职场上，当你在你的生活当中看到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你也可以去关心他们的身心灵。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别人的需要，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呼召，让我们可以去看到别人的需要在哪里，能够带来平静，带来安慰。所以我们不是要更像基督徒，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让我们像基督的样式，人看见我们就看见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所以最后跟大家勉励的就是，当上帝给我们很多祝福的时候，不要抓着不放，让我们能够学习分享出去。今天的经文里面特别告诉我们，愿意能够与人分享的，也许你少了一些东西，但是你帮助到有许多的人，那么你是蒙福的。如果你只想要捞好处，想要人家的荣耀，你想要得到别人对你的称赞或甚至好处，那么圣经上说你是有祸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去避祸，但是能够学习能够领受祝福。在这一年当中要领受祝福，让我们更多的给出去在需要的地方，而不是为自己的好处。愿上帝来带领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愿你帮助我们，我们实在是卑微软弱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做不了好事，我们也做不了这些美好的事情，若不是依靠你的恩典，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愿你恩待我们，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别人的需要，在我们的手上可以有这些供应别人的时候，让我们也能够供应出去。也帮助我们不是为了要得好处得益处，透过福音来得好处得益处，让我们透过福音是使人得益处的。愿你施恩带领我们，让我们不是自己觉得自己丰富富足而不愿意有任何的给予，让我们能够看到有需要的地方就能够给出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让我们能够学习你的样式，更多来像你的样式。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歌在新灵粮诗选262首，莫把我弃掉，请会众起立，一起来唱。我们1、3节由姐妹唱，2、4节弟兄唱，副歌在一起唱 ，OK。救主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赐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我们从你所赏赐的所得取出1/10，现在坛前求主悦纳。孩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我们请司宪同工到台前来。那第一次来的新朋友，或是如果你还不了解奉献的意义，请你坐在座位上，让奉献袋经过你旁边就可以了。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向主献成歌》。好，我们有一个新的朋友叫高小娟，在哪里呢？请问是你要自我介绍吗？还是谁引你来的？哦，好，欢迎你。那欢迎你以后继续来参加我们教会的聚会。好，那我们先来唱《我们成为家人》。大家请回卫冕者宝座。那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消息和代祷事项。
们欢迎第一次来本堂参加主日崇拜的弟兄姐妹，愿上帝祝福，一次欢迎，永远欢迎。那教会60周年堂庆筹备，在2月23号主日后1点45分在201教室召开，请参与筹备的同工预备心参加，也欢迎各样恩赐的弟兄姐妹参与投入各筹备部门的服事，一同完成60周年的筹备。如果说有同工邀请您来帮忙，希望各位可以也一同来参加这个事情哦，因为是我们荣光堂60周年的生日。好，那赵少文弟兄要领队花莲探访旅游团，在5月5号到7号到花莲探访教会，然后顺道去参观一些景点。有意愿的请洽少文兄，在那边好，大家认识他。好，年议会前祷告会在2月19，星期三的7点半在高雄卫理堂举行，也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前往参加，为总会选举年守望祷告。当周的2月20号就是礼拜4祷告会合并在2月19，议会会前祷告会举行。好，总会62届的年议会第一次会议在2月21召开，这次要选出会督、牧职会长，还有会友会长以及各个委员的主席和委员，请为这件事情祷告，期待选出最适合的主仆人带领中派卫理公会来成长。好，卫理神学院新学期的推广教育比较中教学是由刘清前牧师来上课哈，上课时间在2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20，有报名的会友请留意上课时间。好，本会的6月22号上午会举行堂庆。欢迎弟兄姐妹提供照片、文章或是影片、贺词等资料，可以交给办公室。到时候会做成文书的手册，就是纪念手册。那为本堂60周年堂庆，也请各位为我们60周年堂庆来代祷或是奉献。好，我们教会预计在3月1号星期六上午举行律本献心礼拜，在3月22第一次律本门徒课程开始。好，欢迎上过红本的弟兄姐妹参加，报名费750。那整个课程大概是9个月，那体重好像只能请假3次哦，所以要坚定信念来参加这个事情。已经确定会开班了，有意愿的向牧师报名。那教会姐妹的培灵会在3月8号上午10点到11点半。那我们有周淑清牧师是讲员哈，他的题目是翻转人生，还有圣经辅导与人生难题。主要邀请对象是女性的基督徒，那慕道也可以，当然也欢迎弟兄来参加。那另外制服学院即将开班，那新课程的简章已经印出，欢迎各位去索取。那有2个课程是新的课程哈，就是有免费的体验课程，在3月4号星期二上午的9点半到11点半，有一个毛起来卷，我不太知道这个是什么。是手做啦吼，好，毛根 DIY， 毛根是什么东西？大家都知道嘛哈，只有我不知道。OK， 欢迎大家来体验。那3月6号星期四上午有轻便木香谷的快乐学节奏的课程，上午10点到12点，也欢迎大家来参加。那另外我们2月份的执事会会议，还有1月份的收支表也张贴在公布栏，请弟兄姐妹关心。好，那另外肢体消息，主要是气候多变，请各位注意保暖，还有勤洗手哦，避免流感。那出入那个公开场所的时候，也要注意戴口罩，一些洗手的防护。好，那本堂会有因将今年姐妹在2月12号安息主怀，我们在2月22下午2点在本堂举行告别式，求主安慰家属。那其他身体不适的会友，也请各位关心代祷。那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对不起，请坐。
牧师有事情要跟各位说明。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做一些一些补充的报告跟说明啊。那感谢主，我们的那个邵文兄他的家人啊，从美国来看他啊，他们的家人在后面啊。好，那刚刚也提到这个邵文兄身负重任了哈，3月底的时候要去韩国团旅游，然后5月的时候我们要去花莲旅游。那特别我们要去探访一间教会，就是花莲的叫做丰田长老教会。那这个丰田长老教会的牧师是我的学生。那我说是我的学生，是因为他说他去念神学院是因为我影响他了啊，所以就是我们要去看一下这个丰田长老教会。那在这个乡下的教会，他可以在那边，他们夫妻2个在那边待了10年的时间。那求主帮助，希望我们可以去为一些比较乡下的一些的教会，我们能够来关心跟祷告。那当然花莲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上个礼拜1跟礼拜2的时候，我跟师母有去花莲玩。那其实我们是亲自踏上那个土地了啊，我们没有开车，没有做其他的工具。那但是呢，会感受到那边。我们的干事说，这个花莲的土地会黏人的啊，所以其实不太想回家，是事实啊。但是我们希望可以去那边有好的休息在那个地方。好，那也请大家就是注意我们刚刚在报告的一些的事项。那我们在刚刚提到那个毛根手作，我们有成品在1楼的地方。如果各位在那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lobby 的地方，有桌子上面有一个篮子，上面有很多那个毛的那个饰品，那个就是毛根啊。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如果有意愿的话，可以来上课。还有这个木香鼓的节奏班，这个是初阶班，也欢迎大家来上课。那但是重点是，这是邀请我们的福音朋友，所以如果你要来参加，那也请你可以邀请新朋友。我们一起来参加，然后透过这个，我们在班上的时候，让福音可以置入性的行销可以进到班上里面来帮助这个有需要的人，他们能够来认识福音。好，那也请弟兄姐妹就是关心我们教会60周年。那刚刚有提到了，就是请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写文章，如果你愿意写一些贺词，或者是你可以提供一些资料或照片的话。那请提供给我们的办公室，那我们会制作成手册那当然就是比较有保存价值的一些的内容跟照片。那希望因为每一年这样经过，很多东西会散失的所以我们尽量希望可以把这些都能够保存跟保留。那我们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也是我们教会要期待要经历的一个方向跟目标。那让我们能够在未来的年日当中，我们可以走在上帝心意的里面所以我在台语堂的时候有特别提到，我们60年我们才生一个孩子60年我们才生一个凤山。那我们期待60年以后，我们可以生养众多。所以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的教会更多的祷告，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生养众多的教会。那特别也请大家为来的这个礼拜5我们有这个年议会的开会。那但是请大家就是不要误会虽然以前我跟我的长官有一些问题，但是这是我们关乎我们宗派的一个重要的选举。那求主带领，让我们的重要的选举，今年要选的会督、牧职会长、会友会长，这个都是影响我们宗派的走向的。那请为这样的事情祷告。所以礼拜3的时候会在高雄卫理堂会有这个祷告会，那邀请弟兄姐妹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祷告会的时间。求主来带领那也请弟兄姐妹也可以为我们的60周年来奉献跟祷告因为我们的花费跟这些的筹备相当多的一些的内容需要做处理需要安排。那请弟兄姐妹来关心跟祷告。那也请为我们的60周年的各样的事工还有设备来关心跟祷告还有奉献。愿上帝来带领以上谢谢。好，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3一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
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进入世界，带领我们，让我们进到社会、进到世界的当中，能够透过你的能力带领我们，使这个社会能够蒙福。因着我们成为蒙福的人，让我们也将祝福能够临到在这个社会、在这个世界当中。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他们颂。请坐，请在订阅后，低头默祷。如果需要，牧者为您祷告，可以到台前来。